新北县台北市今日宣布通过民生纾困金方案，每一个台北市民会当领到现金6000块，而且无分老人囡仔是散车或者是好家，只要是1月12进前户口设伫咧台北，就当领到，总预算差不多爱开12亿7000多万。民生纾困金自治条例，本席宣布3读通过。新北县台北市宣布民生纾困金正式通过。民众只要在1月12日下午5点进前，或者设在台北市，拢当领到6000块。有民众是听到消息，赶紧去刷户口，户政单位连咪甜塌塌。2点多的时候收到消息是说，如果迁户口的话，就是可以拿6000块。那因为我的户籍一直都在台中，那其实竹北已经住很多年了，那想说迟早都要迁回来，就赶快迁回来。那有没有打算怎么用？拿来养小孩啊。台北市长表示，考量疫情期间各行各业受到的冲击，为了消透市民的经济压力，再加上台北市财政稳定，所以决定发现金给全体市民。有很多的三明治世代的市民朋友，上面有长辈要照顾，那我们下面呢有孩子要教养，甚至还有很多的台商朋友受到无薪假影响的市民呢，都跟我说日子并不好过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防疫振兴金的发放，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政府对大家照顾的那份温暖哦。目前户籍在台北市的市民有21万人左右，按算要编列12亿7000万的预算。过年了后，会进行相关作业，希望2月开始，市民就会当领到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